12月8號，香港教區喺慶祝主保節之前，喺堅道明愛禮堂舉行茶會。今年香港教區嘅金銀慶較為特別，同時慶祝教區成立80週年，同香港天主教會開教185週年。咁我見到大家今次有啲面孔我冇見過嘅，咁係好嘅，因為咧證明我哋繼續有唔同嘅人喺度嘅，咁所以我哋感恩有你哋。今年總共有39位修道人慶祝佢哋嘅晉鐸、發願或入會週年，包括最近安息主懷嘅方濟會盧天和神父，同埋嘉諾撒人愛女修會嘅葉慧賢修女。有你哋陪佢做我哋行啊！在世就喺度陪住我哋，將來每人返天家時咧，記得喺天家要我哋祈禱。25年咧，好似係2秒咁短時間，感覺佢係咁樣，係好感恩嘅。係咪咧？我最感恩就係有聖召嘅，天主俾呢個恩寵。最大嘅動力就係天主咯，天主召叫我，而且唔單止召叫我，而且時時陪住我，同我喺一齊。咁當然啦，大埔嘅災情，我哋仍然係喺祈禱裏邊記掛住嘅。周守仁書記致辭嘅時候提到，教會追思大埔火災罹難者嘅同時，感謝修道人多年嚟嘅付出。我哋懷住一份嘅感恩嘅心，一齊去反思生命嘅價值啦。咁我哋上主俾咗80年我哋絕對相信上主會俾更多嘅80年我哋咯。